请问台语会甲戆人叫做阿西，这个词原本是要摕来形容什么人呢 ？A 是法国人 ，B 是荷兰人。荷兰，伊无 A 甲 B， 我乃讲 A 甲 B 啊。系啊，系啊，你已经来，你讲去啊。荷兰人，哦，荷兰谁那是荷兰？为什么因为荷荷兰？兰伊当初可能来台湾，有统治台湾嘛，哦，对，所以法国人无来。啊，所以因迄当阵敢若落较阿斗的感觉。是。对，啊，敢毋过可能讲阿斗啊，可能对人较无礼貌，所以因对西边来的，所以就叫阿西阿西。来，荷兰人对唔对？15,000。万荷五，人哦，因为这个法国吼，因的迄个讲法吼，法兰西，啊，咱甲翻做法兰西，啊，法兰西的西，因为伤长歹讲，啊，咱台湾人真爱甲人的名叫做阿什么，从上尾字来讲，啊，就甲迄个法兰西叫做阿西，啊，像咱要叫因阿西咧，要甲因做做戆人，因为伊捌来拍咱台湾，清朝的时，法国伫个家人捌拍清朝的军队过，迄个时阵清朝死一寡人，因为迄边的战争是清朝拍赢哦。